过来是高雄的兴达电厂，之所以爆炸，是因为连接处有一个叫做氟兰质的这个零件冷气，才会致使到天然气外泄，引发到大火。有野料者进一步来野料，讲到是有不少的厂商，甲真班机的中国籍氟兰质生产地，然后假认证，提关介绍卖互台电。敢有影安尼咧？台电点出着韩文内容来反驳，讲无这代志，讲所有零件拢来自一间叫做奇异公司，这个供应商是澳洲、韩国甲新加坡。9号暗时夜，高雄兴达电厂冷气新2号机组，因为运送加入天然气管线连接的氟兰质冷气，和天然气漏泄引起大火。1号机跟2号机的垫片，有一定这样的程度的品质的落差。两台机组的品质敢有差，也唔知影。即马佫去加码野料，敢有乌心厂商将介绍大约是原厂零件3成的中国卡烧会，先改标签生产地，再佫用假认证的方式，当作是原厂会关价卖互台电，中油含统包商中鼎公司认为有厂公共安全的规矩。供应商来自国外，但是这些零件的制造地却是中国。中鼎因为它都统包台电的工程，它有些下游厂商呢所开出的价格其实是他们一般厂商的1半以上。有没有可能就是从这些劣质的原料出来？去外界质疑了后，台电讲氟兰质垫片是由机器公司提供，嘛公开发函的内容，强调供应商是来自澳洲、韩国、新加坡等等，背后无影无迹要件。有没有洗产地的问题？台电公司会跟奇异一起来调查这一些细节的部分。过来上大通报工程生产商中鼎集团和美商机器公司，深南兴达电厂和台中电厂工程合约金额就要新代表千外亿。针对这个野料，中鼎公司讲会配合调查，若敢有假用产地的零件流入，即马台电全面清查，后续桥头地检署嘛针对相关问题责任继续调查到底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